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彭晴的健康生活頻道嘅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越讀越健康。冇錯，我哋又嚟啦，新嘅一年亦都好快就開始咯噃吓。過去嘅一年，呢個2025年有冇啲乜嘢唔好嘅健康習慣先？係咧，唔好意思俾你見到我頭先喺度碌下個電話咁樣啦。我諗啊，呢一樣嘢可能其中一個咧，大家成日都唔聽話，係咪啊？夜晚啊，尤其是臨瞓之前咧，好中意碌下個電話啊，睇下有啲咩短片睇啊咁樣咧。但係你一睇咧就無法自拔啦，成日都放唔低個電話，跟住然之後夜晚又瞓唔着覺，即係呢一個習慣真係唔係幾好，而且咧亦都非常之咁傷腦添啊！科學家喺2025年咧就發現真係啦，呢啲短片癮咧對我哋身體個腦咧係真係唔係幾好，但係點樣可以戒得甩咧？今日所以就趁住呢一個時間咧，就同大家一齊睇睇 The Guardian 喺10月28號嘅呢一個報導 ，Soak it up。Everything science taught us about health and wellness in 2025。原來咧就話啦，要救翻我哋嘅大腦咧，唔一定要食貴藥嘅，可能分分鐘咧食個生果啦，甚至乎咧就係飲咖啡揀啱時間，又或者係同你嘅另一半做下運動啊咁樣啦，其實都幫到手㗎喎嚇。嗱，一陣間講嘅呢啲建議咧，全部都係經過呢個科學嘅實證嘅，咁啊都用喺生活裏邊咧，絕對都唔難嘅。想知道點樣用最輕鬆嘅方法可以留住青春啦，保護你嘅大腦嘅話咧，咁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吓。好啦，不過講之前都係嗰句啦，希望大家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我嘅 channel 彭晴的健康生活頻道。今日越讀越健康，就同大家一齊睇下2025健康總結，40歲後一定要知嘅12個科學養生真相，準備好未？準備好，我哋就嚟啦！越讀越健康。第一就係骨膠原，唔單止係為咗靚。嗱，講起骨膠原咧，第一時間大家都可能話係啊，食咗呢啲骨膠原嘅補充劑啦嚇，通常咧都會令到我哋嘅皮膚咧話彈下彈下啦，係啊，少啲皺紋啦咁樣啦。2025年嘅科學研究話俾我哋聽啦，骨膠原對於護膚嘅效果咧，可能咧就係過譽啦。不過反而咧，對於我哋嘅筋骨咧，有驚人嘅發現喎。其實喺今年7月嘅時候嘅呢一個研究，一個咧為期16個星期嘅臨床嘅試驗，研究人員咧就發現啦，每日補充骨膠原咧可以增加咧肌肉腱嘅強度。簡單嚟講咧，即係話咧，好似幫我哋咧條筋啊上鏈咁。如果你平時咧中意打羽毛球啊，跟住 pickleball 啊，又或者咧想行樓梯嘅時候有啲力嘅話，唔好咁易整親咧，骨膠原其實可以幫緊我哋咧增加我哋嘅爆發力㗎。研究咧就建議每日攝取大約10克嘅骨膠原啦。雖然佢未必能夠可以令到我哋變返20歲，不過絕對可以令到你球場上面跳得高啲，反應快啲，保護我哋嘅韌帶同埋我哋嘅關節。第二，呢個年度好興嘅養生科學方法就係紅菜頭汁 （beetroot juice） 係60歲以後嘅神奇水啊！紅菜頭汁咧，唔知大家咧就有冇飲過啦。咁但係紅菜頭我知道喺街市啦、超市啊，其實咧都經常都會見到，好多人咧都可以攞嚟煲湯，但係其實佢榨汁都一樣得嘅。2012年嘅時候咧曾經興過，但係今年咧原來都強勢回歸，加埋今年嘅呢啲研究咧，對於啲熟齡人士嚟講咧，特別係需要關注嘅。呢個研究到底係講啲乜嘢嘅咧？同大家一齊睇睇啦。咁呢個研究咧就係嚟自 University of Exeter， 佢哋喺9月發表嘅研究報告。60至到70歲嘅朋友，每日咧原來飲2次濃縮嘅紅菜頭汁 （beetroot shots） 啊，只要2個禮拜，血壓咧就會有明顯嘅改善喎。點解會係咁咧？原因就係因為咧紅菜頭裏邊咧含有硝酸鹽 （nitrate），喺口腔入面咧會轉化成為一氧化氮，幫我哋咧放鬆血管。而最神奇嘅係啲乜嘢咧？原來咧就係研究發現紅菜頭汁咧仲可以改善我哋嘅口腔微生物群 （oral microbiome），增加益菌，殺滅壞菌嘅。
有趣嘅就係咧，呢一個嘅效果咧，喺後生仔身上咧，原來咧研究報告話咧就唔明顯嘅，但係咧喺一啲血管開始硬化啦，甚至有高血壓嘅朋友嚟講咧，效果咧就好顯著喎。不過咧，如果你唔中意咧紅菜頭嗰陣青草味嘅話咧，都可以試下，譬如好似菠菜啦，又或者咧係西芹啦，甚至乎咧係rocket 嗰啲火箭菜咧，都一樣得嘅，因為佢哋都有好高含量嘅硝酸鹽。第三，電子奶嘴同埋大腦救星，係啦，呢一樣嘢真係好嚴重影響我哋啊！成日掛住咧睇住個電話喺度碌，想戒又戒唔甩，唔知點解咧，成日擺喺度咧，就好似哎呀，好似喺度呼喚緊我，點樣能夠可以戒得甩咧？咁就一定要睇下呢一個嘅研究報告啦噃嚇。今年9月咧，有一項 meta-analysis 咧嘅研究分析指出咧，越長時間睇短片同埋無限喺度碌呢啲咁樣嘅界面啊，我哋嘅認知能力啦、注意力咧都會變差，壓力咧亦都會增加㗎。想戒但又戒唔到啊！科學家咧就話俾我哋聽啦，咪其實咧運動咧係最好嘅解藥，咁但係要注意喎，唔係所有運動都一樣有效喎。1月咧有一份研究報告咧就發現啦，對付網絡成癮，原來咧做一啲開放式嘅運動，即係 open motor skills 咧係最有效嘅。咁究竟乜嘢係 open motor skill 運動咧？即係其實好似一啲羽毛球啦，又或者係乒乓波啦，甚至咧係巴西柔術啊等等。點解咧？因為呢一類嘅運動啦，可以逼你個大腦即時作出反應，比起嗰啲咧 close motor skill 嘅運動，即係舉重啊、游水啊等等咧，更加容易咧修復我哋大腦嘅功能。所以咧，運動應該要咧多啲唔同類型先好嘅。得閒約下你嘅朋友都一齊打下波，訓練下我哋身體嘅反應，鍛鍊下大腦。然之後咧，唔單止可以修復我哋嘅大腦之餘咧，仲可以幫我哋戒咗呢啲碌手機癮。第四就係咖啡、心臟同埋時間學啦。講啲乜嘢？嗱，講到梗係飲咖啡啦。好多朋友都中意每日飲翻杯咖啡，但係你知唔知道咧？其實飲咖啡咧，揀啱時間咧都好緊要嘅喎。一個咧就係針對4萬個成年人追蹤咗10年嘅研究咧，就發現啦，朝早飲咖啡嘅人咧，死於心臟血管疾病嘅風險咧係低咗31%嘅喎。而神奇嘅地方係啲咩嘢咧？就係如果你全日都飲咖啡，或者晏晝先飲咖啡嘅話咧，呢一個嘅護心效果咧就會消失喎嚇。點解會係咁咧？科學家啦，可能就推測啊，因為晏晝飲咖啡咧，會影響我哋嘅睡眠質素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咖啡嗰陣除嘅話咧，可以轉飲 decaf 嘅 coffee，即係無咖啡因嘅咖啡。研究話咧，咖啡入面嗰個抗炎化合物 anti-inflammatory compounds 咧，先至係護心嘅關鍵。decaf 嘅咖啡同樣都有呢啲好嘢，但係咧就唔會令到你眼光光啦。研究咧就話啦，咖啡入面嘅 anti-inflammatory compound，即係抗炎嘅化合物咧，先至係護心嘅關鍵。飲 decaffeinated coffee 咧，一樣有咁嘅效果，但係就唔會令到你眼光光啦。第5，水果係我哋嘅隱形防毒面具。空氣污染嘅問題有幾嚴重啊？大家都明白噶啦。但係咧喺9月份嘅時候咧，UK Biobank 一個涉及咧20萬人嘅研究咧就帶嚟好消息喎。裡面咧就講到飲食可以保護我哋嘅肺。研究咧就發現啦，每日咧食4份或者以上生果嘅女性咧，佢哋嘅肺功能受到空氣污染影響嘅程度咧會細好多。負責呢個研究嘅 Pipika Kisuri 咧就解釋啦，水果入面嘅抗氧化物啦，同埋抗炎物質咧，可以抵消微細懸浮粒子咧對於身體造成嘅氧化應激 oxidative stress。所以咧，下次行過街市或者超市嘅話咧，得閒買翻個橙或者蘋果食下，可以保護我哋嘅肺。我哋管唔到個天啫，不過我哋可以保護我哋自己嘅身體噶嘛。第6就係唔好以為有做運動就得啊，坐得耐啊係大腦嘅殺手嚟㗎。呢一點咧真係要好好咁提醒大家，尤其是嗰啲週末戰士，即係咧以為自己咧有做咗運動啦，朝頭早跑咗5公里啦，但係跟住之後喺個 office 嗰度咧就坐翻8粒鐘嘅你啊！呢個報道裏面咧就講到咧就係Vanderbilt Memory and Aging Project 咧呢一個研究就追蹤咗400幾人，就發現咧無論你平時嘅運動量有幾高，只要你坐得耐咧，大腦嘅執行能力啦、記憶力啦同埋認知能力咧都會變差。坐得耐咧同腦退化咧係有直接關係㗎。
所以每坐1粒鐘咧，就一定要起身行下5分鐘，斟杯水又好，去下廁所都好啦，唔好一次過預支晒呢啲運動量啊。第7就係飲水、壓力同埋運動表現，有冇覺得返工返學令到你嘅壓力大到爆炸咧？可能其實同你飲水飲唔夠咧都有關係嘅噃。今年9月嘅時候咧，發表嘅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嘅呢一個測試，研究人員咧就發現啦，每日飲少過1.5公升水嘅人咧，面對壓力測試嗰陣咧，身體分泌嘅壓力荷爾蒙 cortisol 皮質醇咧，比起飲夠水嘅人咧係高出5成嘅。千祈咧唔好一邊喺度碌電話，一邊啦喺度等做運動喎。研究發現咧，運動員啊喺訓練之前咧睇啲 social media 咧，會令到佢哋嘅集中力下降，影響表現㗎。所以記住啦，一定要飲夠水。仲有，如果你參加啲運動比賽之前咧，放低你嘅電話，唔好再碌住啦，因為影響你嘅運動表現㗎。最後咧，同大家好快咁樣去總結一下啦。喺文章裏邊咧，非常之有用嘅實用發現，包括浸冷熱水浴啦、性生活啦、酸瓜汁啦，仲有肌酸添。講啲乜嘢嘅咧？一齊睇睇啊！先講咧浸熱水浴先啦，哇犀利啊！原來咧呢度講到咧就話啦，運動完之後啊浸呢一個42度水嘅熱水浴咧，效果竟然拍得住高原訓練，可以增加耐力。跟住就係浸冰浴 cold water immersion 啊嚇，呢度嘅研究咧就係話啦，如果你啱啱做完啲阻力訓練嘅運動咧，浸一浸冷嘅冰水嘅話咧，就要小心啦，因為會將你啲肌肉生長嘅養分咧全部趕走晒㗎。跟住就係性生活 sex life，研究咧就發現啦，規律嘅性生活咧可以令到我哋心情愉快嘅感覺維持48小時㗎，所以呢一種係最天然令到自己 happy 嘅方法。如果有嘅話，跟住就係酸瓜汁 pickle juice 啦。半夜抽筋，飲一細啖嘅酸瓜汁，酸味咧會反射性令到大腦熄咗抽筋嘅信號，比飲水原來快好多見效㗎。當然亦都仲有肌酸 creatine 啊。研究咧就顯示啦，補充肌酸咧可以提升我哋嘅認知能力，特別咧係當你唔夠瞓啦，又或者壓力大到腦霧嘅時候。咁對於擔心一啲認知障礙啦，又或者覺得記性差嘅朋友咧，creatine 真係一個好值得考慮嘅選擇。不過要提醒大家，若果係有腎病嘅朋友咧，食之前一定要請教醫生啊。睇完呢個2025嘅健康總結，唔知大家覺得點呢？係咪其實有啲已經滲喺你嘅日常生活當中咧？會係啲乜嘢呢？頭先講嘅呢12個健康嘅養生方法啦，全部都係經過一啲嘅科學研究啊！你對邊個有興趣多啲呢？係飲紅菜頭汁啊，抑或係戒呢啲碌電話嘅電話癮啦，抑或甚至乎係係啦，改變一下你嗰啲飲咖啡嘅時間，就已經好容易做到咧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同大家一齊去講過嘅呢一個2025嘅健康總結啦。新嘅一年嚟緊啦，希望大家咧都一樣，2026年身體健康之餘，身心都健康，越讀越健康。記得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 我嘅 channel。中意呢條短片嘅，記得話俾你啲朋友聽，等多啲人都越嚟越健康，越讀越健康啊！好啦，我哋明年再見，Happy New Year，拜拜。